你每日返工返8、9個鐘，有冇諗過入面可能有2個鐘甚至3個鐘，其實係白做，你搏命加班死慳死抵，以為自己係為咗未來鋪路，但真相係你賺落嘅好多錢自己根本用唔到，最後一係留俾仔女，一係就俾晒私家醫院做醫藥費，再唔係就變成銀行戶口入面一個你睇唔到摸唔到，從來冇為你帶嚟過1毫子快樂嘅數字。呢個講法唔係我講嘅，係一個叫 Bill Perkins 嘅對沖基金經理講嘅。呢個人唔係咩心靈大師，唔係寫心靈雞湯嘅作家，佢係能源交易員出身，靠數學同邏輯喺華爾街賺大錢。佢用交易思維去睇人生，計出咗一個好多人唔敢面對嘅結論：人生嘅目標唔係死嗰陣留低最多錢，而係將你嘅生命能量最大限度轉化成美好嘅體驗。最理想嘅狀態係你離開呢個世界嗰日，銀行戶口啱啱好歸零。呢個就係佢本書名嘅由嚟， Die with Zero。呢本書出版之後喺西方引起好大迴響，一度衝上亞馬遜同華爾街日報暢銷書榜。點解？因為佢講中咗好多人最深嘅焦慮。我哋一路喺度儲錢，但從來冇諗過儲錢到底係為咗啲乜。今日我哋就嚟拆解呢本書，睇下呢個對沖基金經理到底用咩數學邏輯計出咗一個同我哋由細到大聽到嘅儲錢美德完全相反嘅答案。1. 過度儲蓄係最大嘅浪費。首先我哋要搞清楚一樣嘢，錢到底係乜？作者話錢唔係財富，錢只係一張欠單，係你暫時儲起咗嘅生命能量。你每賺1蚊就等於用咗你生命入面嘅1分鐘、1個鐘、1日嘅時間去換翻嚟。錢本身冇價值，佢嘅價值在於你可以用佢去買翻你嘅時間、自由同埋體驗。如果你將錢鎖喺銀行戶口入面，直到死都冇用過，咁你唔單止嘥咗啲錢，你仲浪費咗你賺呢啲錢所用嘅生命。呢個講法聽落好激進，我擺啲數據俾你睇。美國有好多研究都發現一個現象，人退休之後支出唔係維持不變嘅，而係一路跌。摩根大通分析過500萬個戶口嘅數據，發現由60歲到85歲退休人士嘅平均支出跌咗超過30%。有研究更加顯示，退休之後每年嘅實際支出大約跌2%。作者喺華爾街做咗10幾年，見過太多呢種悲劇。佢有個朋友都係對沖基金經理，好憎自己份工，但係同自己講賺到1500萬美金就收手，賺到1500萬啦，佢話唔夠，要2500萬先安心。賺到2500萬，佢又話起碼要2億先夠。最後佢賺到4億美金，回頭一望已經老啦。佢話想返屋企陪小朋友，先發覺個仔已經變咗中年阿叔，根本唔再需要佢陪。你睇呢個人有4億身家，但係佢嘥咗成30年嘅生命去賺一啲自己根本用唔完嘅錢。呢筆賬到底係賺咗定蝕咗？作者用咗一個好尖銳嘅角度去睇呢件事。一個人死後留低幾多錢，就等於佢錯過咗價值幾多錢嘅體驗。如果你死嗰日仲剩低200萬，即係話你生命中有200萬蚊嘅生命能量係白白浪費咗嘅。呢啲錢本嚟可以用嚟去旅行、陪屋企人、學新嘢、做自己中意嘅事，但你選擇咗將佢哋鎖喺銀行入面，直到你死都冇解鎖過。講到呢度，我想同你分享一個研究。澳洲有個叫 Bronnie Ware 嘅護士，佢照顧過幾百個臨終病人，記低咗佢哋最後悔嘅5件事，後嚟寫成咗一本書，叫《臨終前最後悔的5件事》。5大遺憾入面，排第一嘅係我希望我有勇氣過自己真正想要嘅生活，而唔係其他人期望我過嘅生活。排第二嘅係我希望我唔使咁日做夜做，搏命做嘢。你睇人到最後後悔嘅從來唔係我賺嘅錢唔夠多，而係我冇好好活過。好多人一世人儲錢，儲到最後先發覺自己儲咗一啲自己根本用唔到嘅錢，但就用晒自己最寶貴嘅時間。我哋由細到大聽到嘅都係儲錢係美德，有備無患，但冇人同我哋講儲得太多其實係另一種浪費。你以為你係為未來着想，但其實你係用緊而家嘅生命去填補一個永遠唔會到嚟嘅未來。而體驗嘅 ROI 遠超你想象，咁你可能會問，錢使咗就冇，點會比儲起好？呢個就係全書最核心、最顛覆認知嘅一個概念——回憶紅利。咩叫回憶紅利？你買一隻股票，每年收息，呢個叫股息；你買一層樓，每個月收租，呢個叫租金回報。但你有冇諗過，一次好嘅體驗都可以持續派息俾你？譬如話你20歲嗰年同班死黨去咗一次 backpack， 可能住青年旅社，食街邊小食，條件好一般，但嗰次旅行嘅回憶會跟你一世。
30歲同朋友聚會，你哋會講起嗰次旅行嘅瘀事，笑到飆眼水。40歲壓力大嘅時候，你諗起嗰段無憂無慮嘅日子，會覺得溫暖。60歲退休，你睇翻啲相，會覺得自己後生過、瘋狂過。80歲去酒樓飲茶，或者坐喺屋企張梳化上面，你仲可以同孫仔孫女講阿爺阿嫲後生時嘅故事。呢筆錢你只係使咗一次，但係佢帶俾你嘅快樂會持續幾十年。呢個就係回憶紅利。作者計過一條數，如果一次旅行使咗10萬蚊，但係之後60年每次諗起都會開心，平均每年收益就有1000幾蚊，而且仲會複息。你同朋友分享，你講俾仔女聽，你寫成日記，每一次重溫都會再增加一份快樂。呢個 ROI 有邊隻股票可以揮得低佢？反觀物質呢，你買個名牌手袋，頭3個月好開心，之後就慣咗，再之後放喺衣櫃底，最後唔記得咗有呢個袋。呢個叫折舊，越用越唔值錢，但體驗係升值嘅，時間越耐，回憶越珍貴。呢個唔係心靈雞湯，係有幾十年心理學研究支持嘅。康乃爾大學心理學教授 Thomas Gilovich 用咗超過20年時間研究呢個課題，結論非常一致，體驗式消費帶嚟嘅長期滿足感遠遠超過物質消費。點解？Gilovich 教授歸納咗3個原因：一、體驗會變成你身份嘅一部分，你買嘅衫、你買嘅車都係身外物，但你去過嘅地方、你經歷過嘅事會變成你嘅一部分。你係一個去過南極嘅人，試過跳傘嘅人，同朋友一齊橫跨過歐洲嘅人，呢啲身份係幾多錢都買唔到嘅。二、體驗會促進人際關係，你同朋友一齊去旅行，一齊食飯，一齊睇演唱會，呢啲體驗會將你哋連埋一齊。但你買個名牌手袋，只會令你同其他人比較，反而拉遠距離。三、體驗冇咁多社會比較，你買個手袋會同人哋嘅手袋比，越比越唔開心。但你去一次旅行，你唔會因為人哋去咗更貴嘅地方就覺得自己嘅旅行冇意思。體驗係屬於你自己嘅，唔需要同人比。所以作者話，如果你淨係睇眼前，你會覺得買物質好着數，起碼有件實物喺度。但如果你拉長到成世人嚟睇，體驗先係性價比最高嘅投資。你買嘅唔係一件貨品，你買嘅係幾十年嘅快樂派息。三、最殘酷嘅真相，時間唔係均匀嘅。講到呢度，可能有人會話，我知體驗重要，但我而家冇錢啊，等我賺多啲，退休之後先去體驗咪得咯。呢個就係全書最到肉嘅一個真相。時間唔係均匀嘅，你以為你可以將25歲嘅體力、好奇心、冒險精神儲起嚟，留到60歲先拎出嚟用，唔得。時間係儲唔到嘅。作者提出咗一個概念叫體驗曲線，你享受體驗嘅能力唔係一條直線，而係一條拋物線。後生嘅時候上升，中年到頂峰，之後就一路跌，而且跌嘅速度快到你唔信。最簡單嘅例子，旅行。20歲嘅你可以孭住幾十磅嘅背囊，住好平一晚嘅青年旅社，日行20公里都唔攰，見到咩都興奮，遇到咩困難都覺得係冒險。40歲嘅你可能要住5星級酒店，食要食好啲，行幾個鐘就要唞下，但起碼仲有體力四圍去。60歲嘅你有錢有時間，但係行半個鐘就腳痛，坐長途機就周身唔舒服，好多嘢食唔到，好多地方去唔到。80歲唔講旅行，能夠自己落樓下公園行個圈已經好唔錯。你睇，同樣係去旅行，20歲、40歲、60歲，根本就係3種完全唔同嘅體驗。你以為你只係押後咗幾十年先去，但其實你永遠錯過咗20歲嗰種熱血同好奇，仲唔止體力添，好多體驗過咗嗰個年紀就永遠冇咗。20歲失戀嗰種痛同成長，30歲再經歷就唔係同一回事。30歲帶小朋友去迪士尼，同60歲帶孫去，感覺完全唔同。40歲同老朋友一齊創業冒險，同70歲先有錢去嘆世界，係兩種人生。作者用咗一個好貼切嘅比喻，叫時間桶。人生就係一個一個桶，每個桶對應一個年齡階段，每個桶入面有佢獨有嘅體驗。20到30歲係冒險桶，呢個階段你冇錢，但你有體力、有時間、有好奇心，最適合去試、去闖、去撞板。30到50歲係家庭桶，呢個階段你有小朋友，最適合同屋企人一齊創造回憶。50到70歲係舒適桶，呢個階段你有錢有時間，身體仲頂得住，可以去啲舒服嘅高質嘅體驗。
70歲之後係回憶桶，呢個階段你主要係回味之前嘅經歷，同身邊嘅人分享故事。每個桶嘅體驗都係過期就冇得補嘅。你唔可以將春天嘅花留到冬天先開，你亦都唔可以將25歲嘅夏天儲到60歲先過。好多人成日話等遲啲先，等遲啲有錢，等遲啲有時間，等遲啲退休。但係作者話，你以為你係喺度等，其實你係浪費緊你最黃金嘅年華。錢可以賺返，但25歲嘅夏天過咗就永遠過咗。4. 遺產其實係最懶嘅愛。講到呢度，好多人會反駁，我儲錢唔係為咗自己，我係為咗留俾仔女。呢個聽落好偉大。作者嘅回應更加尖銳。如果你真係咁愛佢哋，點解要死咗先俾？你有冇諗過遺產其實係最低效率、最懶嘅俾錢方式？點解？因為你死咗先俾，你睇唔到佢哋開心，你參與唔到佢哋嘅人生。呢筆錢對你嚟講零回報。我哋嚟計一條數，假設你個仔30歲，自己做生意唔夠本，或者買樓爭首期，呢個時候你幫佢出100萬，可能可以幫佢捱過難關，可以改變佢成個人生軌跡。你可以親眼見到佢成功，見到佢多謝你，見到佢因為呢筆錢過得更好，呢份滿足感值幾多錢？但如果你死咗先留幾百萬俾佢呢，佢可能已經50歲、60歲，自己都有一定積蓄，呢幾百萬對佢嚟講只係銀行戶口入面多咗個數字，加唔到幾多快樂，甚至可能因為爭身家，搞到兄弟姊妹反目成仇。你本嚟想留低愛，最後留低嘅係怨恨。美國聯儲局有個調查，發現美國人繼承父母遺產嘅平均年齡係60歲。60歲啊！你個仔60歲嗰陣都已經退休，呢個時候先俾錢佢，仲有咩意義？佢最需要錢、最需要幫助嘅時候，買樓、創業、養小朋友，你冇幫到。等佢唔需要，你先俾一大筆，呢個唔叫愛，呢個叫懶。呢一點巴菲特睇得非常通透。呢個世界最有錢嘅人之一，公開講過，我會留俾仔女足夠嘅錢，等佢哋可以做任何事，但唔會多到令佢哋游手好閒變廢青。實際上，巴菲特嘅計劃更加激進，佢死後會將99.5%嘅財富捐出去，3個仔女只係繼承0.5%，而且佢而家已經開始捐，計劃到2034年就將所有股票捐完。點解？因為巴菲特知道錢喺啱嘅時間俾，價值先至最大。與其死咗留一大筆俾仔女，不如趁仲有生之年睇住佢哋用呢啲錢去做有意義嘅事。作者都係咁樣諗。佢話真正嘅財富傳承唔係死咗先留一大筆錢，而係喺佢哋最需要嘅時候及時俾佢哋。仔女20幾歲想試下創業，俾少少錢佢試，就算輸咗都係體驗。仔女30歲買樓爭首期，幫手墊資，等佢早啲安頓落嚟。孫仔孫女想學才藝，想去旅行，出錢俾佢哋去，你仲可以一齊去，一齊創造回憶。呢啲先係真正嘅傳承，唔單止係錢，仲有你嘅參與、你嘅陪伴、你哋一齊嘅回憶。仲有一樣嘢，好多人走漏眼，你俾錢人，最大嘅回報其實係你自己嘅快樂，見到自己愛嘅人因為你而過得更好，呢份滿足感係咩都買唔到嘅。但你死咗先俾呢份快樂，你1分鐘都享受唔到。所以作者話，與其死咗留一大筆遺產，不如趁有生之年將錢用喺你愛嘅人身上，見到佢哋開心，你自己都開心，呢筆賬先係雙贏。5. 點樣做到死前歸零？講到呢度，你可能會問，講就好聽，具體點做啊？唔通叫我而家將所有錢攞出嚟洗清光？當然唔係。Die with zero 唔係叫你做月光族，唔係叫你唔留後路，佢係一個優化目標，唔係要你精準到最後一個線。作者俾咗9條規則，我揀咗最實用、最核心嘅5個方法。1. 揾出你嘅夠數數字。好多人從來冇認真諗過，我到底需要幾多錢先夠？佢哋只係本能咁想，越多越好，然後就一路賺一路儲，永遠唔停。但作者話，你需要嘅錢其實唔多，計一計，你每年基本生活使費要幾多，預計仲有幾多年命，醫療費預留幾多，應急錢留幾多，加埋一齊就係你嘅生存底線。即係你最起碼需要嘅錢，超過呢個數字嘅都係額外嘅。呢部分錢你應該諗點樣用嚟增加體驗，而唔係繼續堆積。好多人計完會發現，原來我需要嘅錢比我以為嘅少好多。2. 用所有可用工具降低不確定性。好多人會反駁，我點知自己幾時死？
萬一我活到100歲，啲錢用晒咁點算？作者嘅回應係呢個問題已經有工具可以幫你解決。第一，你可以用預期壽命計算器，根據你嘅年齡、性別、健康狀況、生活習慣，計出你大概嘅預期壽命。當然唔會100%準，但起碼有個大概，唔係亂估。第二，你可以買保險、醫療保險、長期護理保險，呢啲工具嘅作用就係將你承擔唔起嘅風險轉移俾保險公司。你唔需要為咗萬一嘅機會而儲一大筆永遠用唔到嘅錢。作者話好多人驚錢用晒，人仲喺度，呢個恐懼可以理解，但如果你用啱工具，呢個風險其實可以降到好低。與其為咗一個好細嘅風險而浪費成世人嘅體驗，不如用少少錢買保險，然後放心去享受人生。3. 揾出你嘅財富頂峰年齡。作者話大部分人嘅淨資產應該喺45到60歲之間達到頂峰。過咗呢個年齡，你嘅目標就唔應該再係賺更多，而應該係用得更好。呢個觀念真係好顛覆。我哋從細到大聽到嘅都係錢滾錢，越賺越多，邊有人會話到某個年齡就唔好再賺啦？但作者嘅邏輯好簡單，你嘅身體、你嘅體驗能力一路喺度跌，如果你嘅財富仲一路喺度升，即係話你賺嘅錢越嚟越多，但你可以用嚟享受嘅時間越嚟越少。呢個唔係賺錢，呢個係浪費生命。過咗財富頂峰，你應該開始消費你嘅資產，去旅行、去體驗、去陪屋企人、去做自己中意嘅事，而唔係繼續返工，繼續將生命能量兌換成你用唔完嘅數字。4. 用時間筒規劃你嘅體驗，唔好淨係諗我要賺幾多錢，仲要諗我要喺咩年紀做咩事，將你想做嘅體驗分類放入唔同嘅時間筒。20到30歲冒險、旅行、試新嘢，呢個階段你輸得起，體力最好。30到50歲家庭體驗，陪小朋友成長，呢個階段嘅回憶會跟你一世。50到70歲舒適享受、深度體驗，呢個階段有錢有時間可以去啲高質嘅活動。70歲之後回味分享，同身邊嘅人相處。每個階段有每個階段嘅任務，唔好將所有嘢都拖到話遲啲先，因為好多嘢遲咗就冇咗。5. 唔好自動波過日子，要有意識咁做選擇。作者其中一條規則叫唔好喺自動波模式下過生活。好多人嘅人生就係自動波，讀書、搵工、結婚、生仔、儲錢、退休，一步跟一步，從來冇認真諗過呢個係咪我想要嘅人生。佢哋儲錢唔係因為諗清楚咗要儲嚟做咩，而係因為人人都係咁樣。佢哋延遲滿足唔係因為有咩明確目標，而係因為延遲滿足係好事。但作者話人生唔係預設好嘅，你應該不斷問自己，我而家做嘅嘢到底係為咗咩？我賺呢啲錢到底係為咗買啲咩體驗？唔好等人到中年或者到臨終先發覺，我成世人都係按其他人嘅期望活，從來冇為自己活過。講到呢度，翻返去開頭嗰個問題，你每日返工有幾多個鐘係白做？作者嘅答案可能會令你唔舒服，但係唔舒服有時就係清醒嘅開始。我哋呢一代人由細到大就被教導要勤力、要儲錢、要延遲滿足、要為未來着想。呢啲說話本身冇錯，但係好多人走火入魔，佢哋將延遲滿足變成咗取消滿足，將為未來着想變成咗永遠唔為而家着想。結果就係一世人都喺度等有錢，等有時間，等退休，等小朋友大個，等下就老咗。Die with zero 唔係叫你亂使錢，唔係叫你不負責任，佢係叫你唔好浪費你嘅生命。你返工賺返嚟嘅每一分錢都係你生命嘅一部分。如果你將佢哋鎖喺銀行戶口入面，直到死都冇用過，咁你唔單止浪費咗啲錢，你仲浪費咗你嘅人生。作者有句說話我好中意，人生嘅生意就係收集回憶。你離開呢個世界嗰日，銀行戶口有幾多個零，冇人會記得。你做過咩職位，賺過幾多錢，冇人會記得。但係你同朋友一齊去過嘅旅行，會有人記得。你陪小朋友一齊成長嘅時光，會有人記得。你帶俾身邊嘅人嘅快樂同溫暖，會有人記得。呢啲先係你真正留低嚟嘅嘢。你嚟呢個世界嘅時候1蚊都冇帶，走嘅時候又何必留低1蚊？中間嘅先係你真正活過嘅人生。好啦，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我哋下期見，拜拜。